香港日常第6篇，第一餐煮冷飯好平，50幾蚊，味道麻麻。轉頭去對溫科覓園，見到戇鳩嘢影低咗，跟住去港城 book 餐廳，見到架攝影。最期待嘅星際已經唔似以前嘅星際，行咗5分鐘之後覺得好失望。以前鍾意嘅鋪頭已經冇晒，而家變晒即影即有，太冇癮啦，仲要排晒隊咁，唔知以為有名牌包包買。跟住落深水埗，今晚約咗朋友食飯，好鍾意呢啲街頭。跟住見到 Eleanor 食燒賣，發現咗深水埗地下有呢啲牌幾靚。跟住影記以前嘅鑊文啊，跟住媽媽好嗲。跟住就同成班以前攝影嘅朋友一齊影相啦。曾經佢哋都好幫過我㗎，好多謝你哋上面食飯，好開心。跟住食咗呢啲啦，有我啦，應該係豬手啦、海蜇啦、呢個小炒王啦、炸多春魚啦，呢個唔記得咩菜。跟住要個豉油皇炒麵，跟住呢個係咕嚕肉，跟住影張相，打完長膠就完啦，拜拜。